Dio dicen ganga. Dice, Uri yo dice todo, y dicen geyo. Dice, abre cuto taquen bonda, dicen cheche, dicen bacheche. Va licencia aquí sin musenga. Va licencia mayanquere. Va licencia centellando que 9 saya viento malo. Dice, va con licencia en San Biampungo. Dice, va con licencia. Piango, dicen finda 9 uña, licencia que yumba en fuiri. Dice, va con licencia que masa 4 vientos. Va con licencia Cabo Guerra, Tete, va con licencia en Pungo, en Pumba. Dice, va con licencia Lucambe, va con licencia Cañengo, va con licencia Luceno Suano, va con licencia Quiranga, en Pungo, va con licencia Marihuanga, dicen carajo. Dice, va con licencia en Fumbe, dice que cuenta, dicen cheche, dicen bacheche. Dice, va con licencia Misarabanda, mamá Umbo, mamá Kenge. Dice, va con licencia los propios Lucancasi, Centellan Doki. Dice, va con licencia. Va con licencia, como dicen, en Fumbe dicen cheche, dicen bacheche. Va con licencia en Cunial, Lemba, Naribe, Sanga, Fumbe. Dice, va con licencia. Don Fumbe que cuenta, dicen cheche, bacheche. Dice, va con licencia en Gusan, Gundundu. Va con licencia en Bericueto. Dice, va con licencia. Dicen, como dicen, Santiago, dicen, Caungo en Toto. Dice, va con licencia. Dice, los propios dicen, Ganga Tumana. Dice, va con licencia. Todo cuenta, dicen, cheche, dicen, bacheche. 非裔古巴原始形式。这种宗教大约在1565至1665年初抵达古巴。这种宗教随着西班牙人从非洲大陆带来的奴隶贸易而抵达古巴。这种宗教被称为棍棒山。处理这种宗教的信徒被称为长线人。这个宗教的信徒相信自然和精神。这些信徒相信自然和精神，他们所做的工作被称为巫术。他们用山里的树枝、草药和种子工作。存在一种具有不同分支的单一宗教。这些宗教寺庙被称为康家之家。康家房子的老板被称为 Tet。他给他烈酒、刀、大砍刀雷符。当发生灵魂之战时，灵魂可以捍卫信徒。俱乐部提供被称为黄瓜的护身人，保护他免受其他宗教巫术的侵害。这些宗教信仰者将寻找灵魂进入墓地，爬山到殡仪馆。这些信徒正在寻找墓地土地和骨头，以制造其他敌人的巫术。这些信徒在山棍上的精神之战令人恐惧。当这些信徒工作时，他们称不同的神像7道射线。俱乐部以不同的标志工作，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不同神灵。灌木丛中的信徒可以根据来找工作的人的需要来学习好艺术或坏艺术。他们能干得好还是干得不好，与上帝一起干得好，还是和魔鬼一起干得不好。这些信徒可以走他们喜欢做好事或做错事的道路，这取决于来找他的人的需要。有好的宗教信仰，也有坏的宗教人士，这取决于棍子里的宗教人士想要使用的方式。它可以是好是坏的艺术或工作，好的、坏的工作。大约60年前离开该岛的古巴人传播了巴勃罗、蒙特的宗教。山棍信徒使用酒精、火药来发灵魂。在殡仪馆寻找幽灵，因为你的精神出乎意料的落下，他们需要灵魂意识不到它发生了什么事。对灵魂来说，不知道它摔倒了，然后棍子可以更容易地用这个灵魂给它动物血。宗教提供山羊公鸡血，以便灵魂可以服从宗教命令的工作，是好是坏。他们代表他用玉米叶做洋娃娃工作的人，以这种方式代表要为他做这项工作的人。许多信仰这种宗教的人，当他们做坏事时，他们被描绘成坏艺术之神，他们献出自己的鲜血。这些信徒向敌人做这件事时所做的工作，是用死香将敌人自己埋在墓地里。在这些信徒中，有些人献身于行善，有些人多次致力于行恶，他们同时使用善的力量和邪的力量。很多工作都令人恐惧，因为他们称作坏事的灵魂。
往往称作好事的人根据找工作的人的需要做好事。帕洛蒙特是波多黎各有效的宗教，美国、古巴在墨西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和许多古巴人抵达的国家也生效，带来了他的信仰。他已经传播。山地的牧师用从泥土、树枝、草药到动物骨头等东西，用不同的工作来善待他人。这些宗教作品与不同的神灵合作，例如与百合花一起工作。百合花是7道光的灵魂的主人，拥有7道射线。他们建造了一个3条腿的铁锅，人们称之为便宜货的烈酒将在那里生活。当他们建造一条3条腿的铁锅时，是灵魂才能生存的。这个宗教的信徒必须脱光衣服或切成皮肤。他们破坏了铁锅，所以除了那个便宜货外，没有其他精神可以捡到坏行为。他们利用大锅，这样他们制造便宜货时就不会让别人的精神打扰。宗教的奥马，这道菜配上占卜的蜡烛。当他做任何工作时，与灵魂交流，穿过那道菜穿过人的身体，用蜡烛占卜它。他们做手势与被称为帕蒂潘、瓦斯的灵魂交流，这样他们就会与即将生活在铁锅里的灵魂交流，这样他们就会画脚来召唤灵魂。这是一个信徒咨询滨海协会，这样他们猜测并询问鬼魂发生了什么事，以便帮助那个人解决任何问题。他们咨询灵魂和神灵，这样他们就能了解来咨询者的过去和未来。山棍牧师塔特使用原始形状模仿与他一起工作的灵魂，这样当他与另一位牧师开战时，他出现在交易面前，称精神是好是坏。是的，这是因为做了糟糕的艺术工作。山棍里的牧师叫鬼魂用它来工作，便宜或是灵魂生活的地方。塔塔称那些神灵根据你的需要或来寻找他的人来做好或坏的艺术。塔塔在必要时与灵魂合作，做坏艺术，或与另一个骗子院的另一位牧师开战。为了在俱乐部中加入这个邪教，芒特必须是一个男人。如果她是女人，她必须是女人。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成为一个好丈夫、好儿子。要属于这种文化，你必须抓挠。这意味着他们把你切成身体的不同部位，血液会把它扔进交易中。你与灵魂立约和盟约，他们称它为血缘契约。交易的灵魂会保护你，照顾你，直到你死或倒下。当你死后与血鬼契约时，他们会保护你，并将你带到最正确的道路上。当你用鲜血处理交易时，即使你死了，你也会保护灵魂和神灵。每当你与莱恩、恒河宣誓血缘关系时，你总是会受到保护，免受可能把你赶出去的病态和意外精神或巫术。便宜或有名字，人们怎么样？扎拉帮派乐队，铁盒扎拉班达山的所有者。卢塞罗打开了牧师工作时的工作道路。宗教中的灯光打开并关闭了死者和活人的道路。卢塞罗打开了牧师在棍子统治下工作的道路。芒特，当我们与卢塞罗合作时，我们必须请求允许做任何工作，以便为我们开辟道路。卢塞罗是蒙特棍子宗教中最重要的神之一，他为什么要打开和关闭塔塔的工作道路？帕洛蒙特是古巴和古巴以外最受尊敬的宗教之一，使用数百年的原始形式。马约姆不教的一切都意味着说方言，以便与灵魂和神灵交流。我们与卢塞罗合作的方式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这种宗教于1565至1665年初抵达古巴。我们感谢卢塞罗的生活给我们的一切帮助，为我们更好的经济开辟道路，以便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开放方式解决日常问题。这种宗教也被称为帕洛马永贝，与自然和精神、好灵魂或坏灵魂合作。宗教欢迎在客厅的马勒库姆。灌木丛中的信徒在屠宰时使用动物来传递动物的力量。
我们总是称祖先的灵魂来帮助我们克服战争，在日常生活中为了问灵魂，我们还根据人找工作的需求献上水果，经常做动物祭品。我们要求交易来保护我们免受事故、疾病、巫术问题、坏眼睛，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坏想法的影响。每个宗教或牧师都应该学会清洁那个人的身体，打扫房子，以改善现有并可能伤害我们的水流。好吧，他问我，我半眼半醒。这些宗教人士说，嫉妒和坏景象是人们最有害的，因为他们将它们传递给不良行为，特别是在身体上，给他们带来疾病和自身发展的落后。一些谚语说，日志不能纠缠被诸科。你的国家，刚果，他没有棍子，真遗憾。你藏在哪里？无论你藏在哪里，我都死了。我找到你旋转，欺骗世界。山棍的牧师说，我不会要求一切力量，但如果在看到敌人受到惩罚之前，如果我的敌人没有安息，尊重神灵是非洲裔古巴人帕洛马约姆贝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当他与圣灵一起工作以帮助他克服日常生活的障碍时，奥拉夫精神帮助他。塔塔教父带教子在山上打扫卫生，以消除其他宗教人士身上或通过巫术产生的坏水流。塔塔教父带教子在山上打扫卫生，以消除其他宗教人士身上或通过巫术产生的坏水流。为了清洁这座山，他们还使用草药、烈酒、烟草烟雾、不同香标志、芳香草药。他如何打开道路、扎拉圭、墙壁、萨尔瓦德拉，从而清洁人的尸体？海伦组合教父与教子一起参观这座山，教一些以这种方式清洁身体所必须的工作。他清理了不良行为、巫术或他在路上打开他们的工作。拿走鞋的眼睛很重要，对于一个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他或他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为了爱上那样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保护自己免受一些人高于我们的巫术或坏想法的影响。乔纳隆坡埃尔蒙特的清洁是这些帕洛马约姆贝信徒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使用芳香草药信仰灵魂和自然的文化中，也被称为帕洛蒙特、帕洛斯半拉和马塔里斯。石头、动物骨骼甚至人类是一种在古巴仍然有效的宗教。在古巴政府离开古巴时将其带出并扩展到境外。我们拜访了埃尔蒙特，多次要求灵魂通过我们的身体传递他们希望通过笔触或迹象活着的信息。图知道要求繁荣、健康和福祉，并且他们在爱中说，我们不缺乏工作。这帮人还称穆纳索孔哥或古罗马人的房子，或称信徒通过携带咒语和经常牺牲攻击密苏达州火沃。宗教人士在被剥光衣服时，将他们切成身体的不同部位以归属于这种宗教。他们给他们起宗教名称，以便与其他牧师认同，并允许他们进入其他划痕。祝圣的人唱歌是宗教歌曲。食物合像。恩冈家人位于塔塔塔斯或塔泰塔牧师在这个宗教中拥有的不同寺庙，对所有对这种非裔古巴文化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永远是个谜。每个神都有恩冈家，不同的是，他如何属于铁的拥有者和埃尔蒙特，这是他信徒中最强大的神之一。对萨拉班达来说，他们给了他一只狗作为祭品，不是所有牧师都给了他，但有很多人拿着法律，就像他们在帕洛马约姆贝一样。牧师塔塔通过用泥土和陶器制成的黑色布密封的罐子呼叫死神，通过咒语和笔触询问敌人，这些符号被称为死者。有牧师行善，也有牧师做错事，这只取决于处理这种宗教或这种文化的人。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寺庙或房子，人们会在那里询问灵魂。祭司按照月亮、太阳、星星和天体的方式工作，根据伦巴、月亮和月亮的如何工作，在探戈、太阳。牧师用瓜来安抚需要的人的神经，瓜被称为马查菲奥杜罗曼博。
死神是用贝壳来询问的，这样灵魂才能回答牧师为缓解人们的紧张而所做的工作。他们多次做了不止一份工作 Takaido Templo Congo。 他们多次用不同的棍子、种子甚至鱼芽甜瓜，这样他就和主人德尔玛一起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是 Kabir 水之母。牧师知道他教父母给他的教诲，牧师们秘密地维持着这种宗教，以这种方式保持着不同工作的俱乐部。超自然力量的力量是灵魂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使用星星做任何工作取决于他们的教父在他的移动或房子里传递的知识。我们保留了这些原始形式，这些原始形式于1565年和1665年，大约在数百年前在古巴举行。这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他们的信徒将教义保留在这种文化的好奇心和信徒的禁忌上，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消除嫉妒或邪造成的邪。牧师们遵守他们的教诲，保留工作魔力来帮助穷人或与敌人开战，并试图保护自己免受使他木的巫术或那个人的立场。对不执行宗教法律的人有很多欺诈行为，他们做坏工作，被称为桑科切罗斯，因为他们不熟悉宗教并开始工作，让更多工作的人去找工作。对行之有效的山棍几乎没有宗教信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参观的地方必须小心。我们去哪里工作，这样我们必须有信心这个宗教棒真的行之有效。甜瓜用来帮助有紧张问题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你在这里可以看到的那种工作。这样我们正在帮助人们摆脱由问题引起的紧张情绪，而且往往是巫术造成的紧张。工作有很多种，我们介绍其中一些是为了准确了解帕洛马有贝非裔古巴人是什么。这是数百年来继续存在并生效的最受尊敬的宗教之一。神父埃尔帕洛蒙特在工作时知道如何欺骗敌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原始方法，让他们展示刚果有时间了解所有宗教，也是为了让这个宗教以外的人更多了解他。这些帕洛山规则的牧师在寻找灵魂，去墓地到山的葬礼，也去大海。他们在坟墓里以他们的名字称呼灵魂，并通过标志或召唤帕廷巴来控制灵魂，向他提供他在生活中所做的事，以便他可以买下他，让他做塔塔牧师想要做的事，将他当作奴隶来做他所说的。这种宗教中使用的许多灵魂都是虔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服从牧师在恩冈加使用石膏追踪的迹象。他们称他们为因基斯帮派犬，他们的行为就像活骨神心，但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精神越是物质化，他们最好和他们一起工作。无论你每次与这些灵魂一起工作，这样基督教牧师就工作了。那些相信上帝的人，他们努力帮助人们。与信仰坏艺术之神卢坎卡基的非基督教牧师相反，他们看到如何给公基恩苏提供多次，当他们做他们歌伤自己并献上自己的歌时，所以他们通过制作来实现灵魂。这些被称为马塔里斯的石头被用来制作妈妈的挂锁。乔拉士戴达德是4代上女人爱的拥有者，她拥有黄金，她拥有蜂蜜。当他们称她这些帕德里诺斯或雅伊斯、马德里纳斯来绑住那个人的伴侣、丈夫或配偶时，他们经常爱他的伴侣。坎丹多是一种泥浆砂锅，用马塔里斯棍子，就像我们教的这些阿维塔库洛斯一样。当马塔里斯或光滑的黑色石头更多地用玉米叶制时，塔塔人要求做爱的工作来绑丈夫或妻子，因为使用这些马塔里斯会失去任何中断的行动。恩萨拉坎丹多告诉泥浆砂锅，通过刹蒂蓬巴斯标志也称为签名，我们与召唤神灵时的灵魂沟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 Man Color， 我们说爱的主人是秘密的铜的贞洁，也是黄金的主人。和口的铜的主人是神。每当一个人因巫术而被撞倒时，这不是工作，而是一份糟糕的工作。每当你为了爱而屈服于那样的人时，
这不是一份好工作，而是一份糟糕的工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弯曲一个做你想做的事的人，他只为你着想，只为你看，只用一个提神，而不是另一个人感到性关系。那份工作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你必须继续狂欢。我们可以看到用它表示的符号，爱的神和黄金所有者。我们通过提供蜜蜂蜂蜜，甚至用上面有你想要的人的名字和上面5个淡黄的白色盘子向他献祭，以此来要求我们在经济和爱情方面的发展。他们用蜜蜂和卡梅拉多给他做蜂蜜，点燃蜡烛，烧着那个人的名字，打你身上装满鸡蛋的灰烬，在岸上放5天，打开蜡烛，点上你想要的东西。当你完成时，你必制作的笔触是为了将要使用的石头的堡垒。这些石头被称为马塔里斯，这些石头代表爱的主人妈妈乔拉的神。磁带上的女人是乔拉妈妈的女儿，她们非常性感，也很相爱。许多人喜欢她的丈夫，他们是阿根多，他们非常。每个被制作的符号都代表神，每个神都有他的战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与充满阴谋的世界与神灵交流。在那里，来自其他骗子的宗教兄弟自己在英基西战争中战斗，加入德尔塔塔的恶魔精神。用剪刀，我们做的工作的动作或电流被切断了。恩钢家总是带着一把剪刀，在需要的时候使用它。当工作电流打开时，剪刀必须关闭。很好，如果它坏了，我们打破了敌人灵魂的电流。当你做像你正在看的工作一样的工作时，你和耶尔巴金巴扎一起工作。耶尔巴金巴扎是一个剪刀和一根带有胜利棍子的玉米叶的目的。用这个，我们用棍子为受胜的人做坏的艺术，对付我们的敌人。看，费埃。愿治愈有利于清洁人的光环。巴诺德德波霍耶尔巴罗梅罗佩雷希尔卢尼香水烟草烟雾打破草药，就像你用手吸水一样。所以你喜欢用那个变质浴是温暖的还是热的？它会打开它的小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恩钢巴，一个3条腿的铁锅。陆地卢塞罗，他打开并关闭了道路，他给家里的天平为更好的生活开辟了道路。多年来，交易很强大，没有便宜或是完整的，你总是不得不在便宜货的基础上做更多的东西。萨拉神庙里的每一个轿子都要求或反对敌人。娜娜从所有国家运送硬币，这些货币越老，这些货币对恩刚来说越好。当我们给恩辛伯货币放钱时，我们正在为胡说五说的古巴人神父规定的仪式塔泰塔塔塔或宗教受刚果方言，因策与马用被刚果世界的召唤或说话方式交流，自然的力量。调色板用蜡烛熏制，用来查找和占卜的白色盘子叫 Delano， 它用来展示祭品，它用来破坏巫术，它是为打破糟糕工作而做的工作的占卜。对于狄龙骨，我们知道那个人发生了什么。当你检查他时，你用蜡烛抓住他时，狄龙骨是一个半衰期的时刻。在这里，我们看着一个在盘子里出来的魔鬼，他知道工作正在进行。马龙哥对敌人来说，一个盘子的表示，上面有我们为保护自己免受工作或巫术而做出的痕迹。我们在工作时对我们所做的，我们意识到这些迹象在蒙特或马约姆布牧师的信仰中的重要性。塔泰塔奥斯瓦尔多塞斯蒂在这种文化中生活了56年。他让你知道帕洛马约姆贝在私下里是什么样子。塔塔人、塔泰塔人或亚伊人如何工作，为对这种文化感兴趣的人的知识打开了一扇门。为了所有亚洲中国人的利益，给巴诺斯脱光衣服。谢谢。我们从所有文化中学习，开放了对不同国家信仰的理解。在这些国家，这种文化在美国、公共关系、墨西哥继续发展。委内瑞拉，所有秘密都在等待片刻的反抗。
当作萨拉或作品时，他们与墓地的土地一起工作，所以他们在仪式或作品中称灵魂为灵魂。当他们做手势时，他们会画出非常精心制作的标志，确定神灵，留下你称之为灵魂的痕迹，可以返回恩冈家。帕洛、蒙特的这些追随者根据恩萨拉的作品询问他们的灵魂的方式表明，他们正在与信仰宗教的恩冈巴灵魂合作，向他们提供蒙加灵魂的血液，就像生活在古巴的塔塔、伊尔文、南扎诺羔羊一样的教父母帕特的血祭帕特。基布雷或妈妈或被称为水主的母亲，从海上呼唤这些烈酒是可怕的帕腾巴斯标志，与恩冈家人交谈。问问莫尼西斯，教父塔塔牧师完成工作时的灵魂，用舌头关掉蜡烛。他吹不掉蜡烛，因为他打破了金蛇的潮流和在5月8方棍中所做的工作。我们谈论每个科目都有3个灵魂，主要灵魂是照顾的只剩下幽灵王子，他们看到自己的身体是如何被蠕虫吃掉的。宗教中已知的迹象是帕蒂彭巴斯，恩冈的情人是根据工作需要做某些恩萨拉作品的，在那里，我们还参观了库纳伦博山，从尸体上清除坏水流，并将人从巫术或另一个巫师的作品中清洁出来。当我们用一定点上蜡烛订购时塔塔山或教室，我们还点火药来唤醒灵魂或抢走他们来完成这项工作。我们需要献祭或献祭的恩萨拉。我们在埃尔蒙特工作，寻找自然和灵魂的力量。我们也称萨拉班达为铁和埃尔蒙特的主人。我们要求不同的宗教作品。打开彭巴斯宗教中召唤的蜡烛。我们用蜡烛抽狄龙骨菜，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他们通过嫉妒或巫术对他所做的原因。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否对派他来的灵魂有后退问题，还是当那个人是女人时多次打他的精神。鬼魂在沉迷于睡眠时可以做爱，看不到性困扰他的人的脸。这些灵魂可以通过工作来发送。塔海兰巴牧师承认教父塔泰塔伊拉卡教的这些宗教作品和拉恩冈家一起，他们问他们需要做什么工作。他们要求死去的灵魂住在那个铁锅里，在那里他们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普南莱斯大砍刀、恶棍或泥土摊位等武器。他还有人骨和许多其他秘密。拥有恩冈家必须虔诚，才能找到什么迹象或斯特罗给正在做这项工作的人询问死去的恩冈阿幽灵，并派幽灵点名。工作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和想要的人。我们用黄麻布用慢跑来清洁。我们问情人他也是黄金的主人，还有披着腹布带的女人，还有河流和金属铜的所有者。我们为这些神做了爱的迹象，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牧师正在寻找一个。我们所做的所有宗教工作都称死神为死亡神灵，喂养雪茄烟雾、烟草，并经常屠宰动物，将动物的力量传递给恩冈和信徒。当他们牺牲动物时，他必须健康和强壮。如果他们生病，他们将把这种疾病传染给人。塔塔所做的所有工作，所谓的恩冈，死者称为恩冈加因基西。这意味着让动物像狗、人体和狼人头一样变形的幽灵。当我们与坎德拉一起工作时，我们称灵魂在坎德拉做某些表现。我们问候其他塔泰塔、伊拉卡的教士。我们使用 Jara Spray 给予饮酒和吃死酒。我们还去我们的中心，在蒙特做神创新工作。我们使用许多宗教作品，这取决于我们工作的神，并在兰戈方言或刚果拼写。我们已经在刚果交流过古巴和西班牙说的。我们使用 Giras 供酒和吃死神。我们还在中心工作，在埃尔蒙特工作，称神灵。我们使用许多宗教作品，这取决于我们用朗格方言或刚果语工作和说供的神。我们已经在刚果交流过古巴和西班牙说的。有很多剥夺他的浴缸，剥夺了他巫术或对他所做的作品。这些灵魂也粘在了打开他们的道路，或带走嫉妒，以至于如果他们这样做了，
会如此严重的伤害了内膜的躯干。N 缸家的情人就是这样，但所有的循环浴缸都不同。我们可以给自己带内脏的浴室，要打开道路。我们必须小心，无论谁给谁发送这些一次性浴室，因为人们有很多欺诈行为。在这种文化中，56岁的 L. Tatita Erica 表达了原始形式，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帮助我们或给我们带来最坏的后果。肛门浴。山杖上的牧师精神上为目的寻找，这样这些宗教工作要寻找墓地的灵魂，请寻找埋葬者的坟墓的名字，以便他们可以称之为灵魂。我们可以寻找一种发送的精神，它有更好的生活来将电流传递给做这项工作的人，以及需要拥有更好经济的人。每个牧师都有他的便宜货，可以和他一起与神灵交流。这样，卡茨和牧师在山棍上工作。你的牧师可以根据来找工作的人做好或坏的艺术。当这些牧师不是基督徒时，当他们真的与其他巫师开战时，他们屈服于切血来滋养他们所做的工作和坏的马龙精神。这些宗教中的大多数人致力于为人民行善。这些信徒中，非常有限的群体与邪的隐藏力量合作，他们与因桑比合作最少。上帝对死后生命的祭司的信仰，对圣灵的信仰，以及对这个宗教中也有好人和坏人的共同生活的信仰是一样的。有好的宗教或坏宗教，这些牧师用他们身体上的标记和切割棒来发誓与死去的灵魂签订了血约，他们称之为抓或祝圣。或我们从抓挠人身上教的这些形式是不正确的，但这就是为什么与自称是宗教的肆无忌惮的人存在如此多的欺诈。但这是一种谎言。牧师们通过法律来遵循这些划痕，不被视为真正的欺诈。帕腾巴斯手印在这种文化中很重要。数百年来，这种宗教在古巴和不同国家生效。无论古巴人带着信仰到达哪里，他们被传播到不同的国家，如美国、波多黎各、墨西哥、委内瑞拉、西班牙、秘鲁、萨尔瓦多，以及所有这些更多国家。许多国家采纳了古巴人在大约60年前离开古巴岛后带来的这种信念，因此，来自蒙特帕洛的牧师总是将这种原始形式传播给全世界。Salam alaikum，祝所有 As News Tats 和所有 Tatita 恩桑比的 Cotters 愿上帝保佑他们。好 Longbo，身体健康。